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。各位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文台嘅天氣節目，我係黎宏俊。嚟到大概6點鐘，各區嘅氣温係介乎喺25至到28度。天色方面，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，喺衛星雲圖可以見到華南地區普遍都係晴朗㗎。預計今日除咗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之外咧，整體都係大致天晴。日間係炎熱㗎，市區嘅最高氣温大概32度，新界會再高1-2度，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而預計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1-2日繼續為華南地區帶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熱嘅天氣。不過再之後天氣會有啲變化啦。預計星期日嘅時候，一股強烈嘅東北季候風會抵達廣東地區。而一個低壓區亦都會逐漸發展，喺週末期間係靠近呂宋一帶，隨後咧係有較大機會進入南海嘅東北部。不過佢嘅強度同埋路徑咧係會存在變數㗎。而去到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，受到呢一個低壓系統同埋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之下，喺華南沿岸嘅風勢咧會係頗大，有幾陣驟雨，同埋見得到啦，氣温會係咁樣顯著下降㗎。翻返嚟香港嘅天氣展望方面啦，預計星期5同埋星期6嘅時候咧，會係大致天晴，日間酷熱。星期日嘅北風會逐漸增強，而之後2-3日咧會係風勢頗大，氣温會顯著咁樣下降㗎。天氣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轉頭翻嚟有其他消息。